我讓你看着芈月、芈蓉去死，看着自己苦心积慮經營多年的希望被带到陵墓中去。我要讓你在宫中好好活着，之后的每一日都会成为你漫长痛苦的折磨。让你死？不，那太便宜你了。妾身明白了。不，你还是不明白。你我这次的胜负只在毫厘之间。若命运稍有差池，坐在这儿的是你，而伏在脚下求死的是我。要怪，只能怪你的运气太不好了。你可以不对我留情，但是芈月和芈蓉还是两个孩子，究竟怎样，我才能保全这两个孩子的性命？除非有人去问先王，讓先王親口告訴我，他不需要芈月、芈蓉的陪伴。先王一世，又有誰能問得了他？如無人能問先王，那我也愛莫能助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人呢？放开我！你知道，我从不喜欢別人對我過分親昵。魏後說了，除非有人去問先王，先王不要你們陪伴，你們方能不死。這怎麼可能？我和弟弟真的要去陪葬嗎？的確如此，我不想騙你們，騙也無用。舉姬已經無能為力了。夫人，蓉兒不會死。哥哥，奎姑明日會再去求魏後，奎姑願意替你們去死，求他放過你們。我乏了，有什麼話明日再說吧。芈月拜謝舉娘娘養育之恩。明日月兒和蓉兒走了，便沒有這個機會了。這是芈月心愛之物，今後再也無用，留給舉娘娘做個念想。